大家有冇諗過，將來有一日喺 Facebook 度 share 一條惡搞片都會俾人拉呢？又或者你根本已經冇興趣上網，甚至連 F5 掣都封咗塵呢？因為你最中意嘅網絡創作人已經通通被消失。網絡23條將會喺12月9號進行二讀。如果你覺得唔關你事嘅，就唔該你睇埋呢條片再諗清楚啦。2011年，政府推出版權修訂條例草案，當中列明會規管包括惡搞類型嘅二次創作。網民使用有版權嘅作品再創作，可能要負上刑事責任。社會大眾當時強烈反對，認為係版權人欺壓創作人，同埋政府借版權之名去打壓言論自由嘅一條惡法。最後修訂因為議員拉布而被推倒。2013年，網絡23條捲土重來，今次政府針對大眾對限制二次創作嘅不滿，提出幾種創作類型嘅豁免。不過豁免類型就只限於模仿、諷刺、滑稽、戲仿同時事評論。至於同人誌、認真翻唱、串流打機等等就冇份啦。即係話網絡23條通過咗之後，達哥開台打機，你老闆，龍小菌唱 cover 擺上 YouTube 都會隨時被起訴。唔單止咁啊，網絡23條不誠實使用電腦同傳播罪可以合併使用，政府可以繞過版權人同版權法將你檢控。關注團體多次向政府提出參考美國同加拿大所實行嘅開放式豁免，即係用戶衍生 UGC 同公平使用 Fair Use， 以平衡同保障雙方嘅權益。但係政府對建議完全無動於衷。咁乜嘢係開放式豁免呢？簡單嚟講，由於美國同加拿大都認為二次創作根本係民眾應有嘅自由同權利，因此任何二次創作只要合乎非牟利創作，唔會影響原作品嘅市場同利益，冇過量使用原作品內容，同列出原作品出處等等嘅條件，而呢啲條件係可以套用落絕大部分現有嘅網絡作品度，令網民嘅創作得到保障。關注團體希望將開放式豁免寫入版權修訂，令網絡23條由收窄創作自由變成保護網民創作嘅條例。可惜政府唔接納，堅持小修小補嘅點名式豁免，變相鉗制咗創作嘅自由。政府嘅修訂亦冇講明有權凌駕私人機構嘅合約條款，亦即係話，就算你同朕 check 過你嘅二次作品符合版權法嘅豁免條件，只要啲網絡平台同原作版權人唔 like 嘅，一樣可以話你違反合約，搬啲鼻屎咁細粒嘅條款出嚟，向你作出民事索償，扼殺你嘅二創自由。咁所謂嘅豁免，咪即係形同虛設咯。更加大鑊嘅係，網絡23條只係一個開始，政府已經喺立法會文件上揚言，通過咗之後就會推出司法封鎖網站，到時政府就可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，令特定網站喺香港網絡上消失，直情將大陸嘅防火牆伸延嚟香港。然後仲有被遺忘權、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、電台規管同警方濫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去拉人等等嘅網絡危機。我哋而家擁有嘅網絡自由正逐漸被收窄，必須向議員施壓，要求佢哋對網絡23條投反對票，引入開放式豁免，並且要求政府列明不誠實使用電腦唔適用於版權法，同埋版權豁免可以凌駕合約條款，保障網民嘅創作同言論自由，還香港一個可以暢所欲言嘅網絡。